幸福好厝边，随意好料理。大大刁民，什么啦？我是什么代志？无，假是什么代志啦？歹势，你歹势啦宝宝，歹势啦你拄搬来迄个咱幸福社区，所以你较唔知。因为我有咧煮菜嘛，啊，咱社区怀迄个里面啊，大家拢知。啊，即摆有咧时间咧人外口咧流行咧食啥物吼，啊，就拢来甲问，啊，就拢讲哦，啊，水洗啊，啊，人即摆咧流行食啥物，无你嘛只互阮食看卖咧。啊，所以会今日就来介绍这项来，你摇看卖要做啥？你少年人应该知。我酸菜鱼。哎，对，上简单就是咸菜鱼，咸菜鱼。对，这道菜吼是这几年啊吼，外口出事件，足多人咧食。对啊。哎，对。食一顿无伤咧。你敢唔知即摆食一顿？无伤，来。哦，来，咱这咸菜吼，咸菜就是迄个挂菜叶啦。哦，咱就挂菜。啊，转来吼，这叶仔内底吼，内底会含一寡迄个土沙啊，哦，所以一定要洗好清气哦吼。啊，所以你茫浸水浸伤久，咸菜会无味去哦。哦，来，咱咸菜先切哈。大块啦吼，唔免伤细块。大块吼，咱会煮起来咧食时吼，较有迄个口感。对。好。你有咧甲我讲，你住伫另外住鹿港？鹿港啊。啊，你住？阮就是鹿港甲梨林。梨港啊啦。啊，梨港啊，甲鹿港会结合啊。哎呦，所以你讲你啊，因为阮阿妈是梨港啊的啊。你阿妈嘛住梨港啊？对啊。我嘛住梨港啊呢。你啊，你阿妈姓啥物？陈。我甲你讲正经的，伊真正姓陈。不，无可能啊。真正。阮梨港啊姓陈的，就干那阮这条啊尔，无过我看到你目睭甲你鼻啊，目看起鼻啊甲目，甲我足像的呢。我头先感觉你就是共面的。反正有可能你是阮阿姨。我你阿姨。不是啦，那这个年纪算起来，有可能是阮表小妹。哦，安尼唔较有影。哎，有可能呢。啊，那这拄啊好，你个为鹿港搁过来幸福里。对啊。哎，有可能哎。加了好无？你等你问看嘛，等你问看，来你嘛等去问看嘛。你一说用嘛，就用。我即摆常用。哎呀，这个缘分真正是足奇妙的。来，咱这煮这咸菜鱼吼，咱等下再过来研究一下，看到底有新食无。啊，先淋油。咱一般吼会掺迄个花椒。花椒，但是咱会惊吼，我惊咱胃的人点一只花椒吼，逼了无济会乌去会反苦，所以咱外口这么咧卖花椒油吼。足方便的，啊，这个咸菜鱼吼，因这咸菜这种物件吼，爱迄个油分爱有够，油脂爱有够，无食起来较会涩。好，好来，咱就这个葱啊，哦，大把就啊，一撮姜片，哦，因为有鱼的物件吼，所以嘛是爱撮葱姜，对，白者吼，较会爱炒粗味啦。来，啊，咱这个蒜头，蒜头我那下一撮着哈。老蒜尾啊，哈，啊一撮辣椒干，哎啊辣椒干爱记哦，你煸吼，你烧甲你水看哦，唔好炒伤久哦，辣椒干炒久会反苦。哦，来咸菜好来，来好来。好，我全部好来。好来。帅，水。好来，咱啲咸菜炒者吼。啊来爱记的吼，咱做这道菜就咸正，上尾才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牌子的咸菜，伊咸度、甲酸度拢无同。啊，你忙一开始就下，因为这咸菜等你水落去，伊咸度会直直吐出来。啊，你若伤早下吼，猪头啊饲拄好，到尾食会伤咸。所以咱咸正尾才下。哦，咸菜炒者来，水甲下来。哇！好来啊，高汤哈。大骨的高汤下一撮，互伊搁较甘呢吼。哦。嘿，唔免下啊完吼。啊，去超市买迄高汤的。嘿，对，来啊，咱会今是用这鲈鱼片吼。鲈鱼片是尾边的，好来，咱就甲切薄片。啊，敢会咱用鲈鱼尔吗？看你介意食什么鱼，用什么鱼。其实这个咸菜鱼吼，我看外口大部分是用鲈鱼啦，伊鲈鱼吼，
就是市面上足普遍，啊，你要买到足简单就买到的。对啦，系啊，大家人的健康口拢有落去。对，啊，这道菜其实伊的重点是伫伊这个咸菜，这个汤头啊，重点是伫这鱼，所以鱼啦有青就会使。啊，咱这鱼爱生吼，爱生，爱生来一撮盐。我要甲按摩啊。嘿，对，这个看过交代下一撮盐吼，哦。还有咸正好来。好。油放买吼，胡椒，好，来米酒哈，好，烧米酒，啊来油来，油，好，啊来粉，这个米粉就适合我，好，先安尼，爱记得咱粉哦，薄一点点，哦，咱粉煮的时候吼。要不把这个鱼肉保护掉的，就是咱等下煮起时吼，表面一个咕溜咕溜，伊的鱼肉袂打、袂差、袂涩。所以用米粉的重点是伫遮啦。对，哎呦，你讲的落工腔呢？啊，我就甲你相处较久倒会变安尼。真正。吼，大概头安尼就使吼，然后这个程度，吼，安尼就使好来。啊，这咱这滚起来了吼。来，滚起来，咱就开始来当来下咱的胡椒，刷胡椒粉，好，爱刷糖，互滚一下，你这个咸菜落去上少你爱互滚差不多上少爱滚4-5分钟，这个试咸只较少咧。哦，嘿，来，互滚试啊，再来试咸只。好，婆婆，你搁试看卖，你搁试一遍卖，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拄啊好咯。所以讲，迄咸酱唔免伤早餐。哦，真的呢。有比较较咸，爱伤咸的。袂。那伤咸，咱会使去足顺的，我感觉唔免哦。好，安尼咱这个时阵吼，咱就甲咱的咸菜好起来。咸菜爱好起来。嘿，咸菜先啊好起来，咸菜无好起来吼，内底足多料，你鱼啊飞袂开，浸袂着汤，你点啊拉，伊的鱼会脆糊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破糊糊。所以。这就是暂时先好起来，对。哦，学着。好，按对使，来，哦，咱这咸菜先来迄落。好。啊，咱是会用用这碗较好看，啊，咱来做吼，咱就甲当做火锅。火锅。吼，你就拿寒人的时候吼，热人嘛会使啦，因为。会使。热人食，寒人食落会烧，啊，你热人的时候食落吼会流汗，你就感觉较手轻。哦，较手轻，对。手轻，你听有？我听有。就是感动诶，这一跳手轻呢。恁听无吗？手轻就是比如你热人比咱树仔骹啊有风吹来较凉，会较快活，叫做手轻。你真正是，你有可能是阮阿妈啦，你有可能是阮表小妹真正，我真讲真诶。我真正当恁阿妈呢。你无想要做？真正有可能。来，咱这时阵吼。滚，来爱记的吼，鱼啊片温热啊，较温柔的较开落去，啊唔通大火哦，白火，白火，大火滚落吼会破去，啊迄肉会熟去，你看吼，莫去叮当，莫去拉，不要紧，你甲看变色就熟了，变乳白色，变牛奶色的，这就是熟了。哦，对吧？一丝丝安尼滚，唔免学阵滚，安尼肉，等下上好食，鱼啊食个足嫩。哇！哦，准备啊，来哦，准备啊，哦，来，你看这肉哇，安尼，就已经完成差不多8-9成了，剩最后一个动作，来，哇，来，这互你开，咱的辣椒干，你讲你直接开咧？甲下落，对，开几撮哦吼，哦，开几撮。嘿，甲下落，啊，迄个蒜头甲葱啊，拢啊去中哦吼。好。啊，咱拄只，我想讲花椒要去一半。嘿。啊，即摆另外一半伫遮。哦。所以我马上咧继续煮。对，弄迄落袂紧，蒜头弄好落。哇，太帅了。嘿，啊，蒜头好落，来。哇！这我头一摆食酸菜。对啊，你拢会记阿妈煮过啥物互你食？真的很嫩，真正就
嫩嫩呢。天刚话你煮者，和阿妈怀阿妈无伫啊。系啊，不要紧，请你带。没使吗？没使吗？会啦，会使。到底阮两个是毋是亲情呢？我爱甲你讲，下礼拜去就看阮幸福好厝边咸菜鱼，希望大家介意，谢谢。下班哦。